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本身做緊實習兼做網紅 KOL 嘅港大畢業女醫生 Angel，為咗拍片同滿足自己，竟然揾自己個同為醫生嘅男朋友跨院幫病人探光，兼且涉嫌擅自登入男朋友個系統 account，結果東窗事發，搞到自己冇得做醫生不特止，仲要俾重案組拉埋。佢嗰個喺屯門醫院任職嘅住院醫生男友，真係唔知話佢痴情定係弱智啊！竟然麻木配合，結果依家被連累到炒埋魷魚。目前個 case 已經直接掟咗俾香港醫務委員會去跟進，隨時會被判終身釘牌。一個原本經過無數寒窗苦讀，考入神科，前途無量嘅高薪專業人士，為咗一條有公主病嘅女無理要求，將自己大好前途就葬送咗啦，徹底清袋啊！所以話識讀書真係唔代表有智慧做人。呢兩條友讀書考試可能係頂級學霸，但係講到人情世故同基本嘅危機意識，正宗係高分低能，認真係天生一對啦。喺香港呢種唯有讀書高嘅社會制度，成日催生出好多呢種巨嬰天才。學業上可能係無懈可擊，但喺道德倫理同社會常識經常肥佬啊！我哋重溫翻整件事嘅始末先。女主角係明愛醫院一名應屆港大醫科畢業生，姓黎，網名叫做 Angel， 喺 YouTube 同埋社交媒體開咗條頻道叫做 Angel Dramatic， 一直高調分享自己做醫生嘅日常點滴，講到自己幾有醫生光環，幾大愛無私。佢利用公眾對醫生專業嘅崇拜，成功喺網絡上獲取咗大量粉絲同埋名利，將嚴肅嘅醫學實習包裝成自己吸粉嘅舞台。呢個女仔喺短短嘅實習期間，私德同公德都徹底崩壞，先後俾人揭發起碼3項嚴重嘅失當行為，一單比一單離譜啊！簡直是醫管局規條如無物。第一，佢竟然喺明愛醫院實習期間，擅自利用醫院嘅公家醫療器材幫自己個膝頭哥照 X 光。而第二項行為就更加超越咗正常人嘅想象底線，荒謬到極點。佢喺律敦治醫院實習期間，可能嫌探光核突或者應付唔到，竟然叫緊喺屯門醫院當值當更緊嘅男朋友，即係另一個住院醫生，跨區去律敦治醫院代佢幫一個病人做肛門直腸鏡檢查。大家想象一下，一個醫生喺自己當值期間擅離職守，跨越半個香港去另一間醫院，幫一個完全唔屬於自己編制、自己根本唔了解病歷嘅病人檢查，咁即係拎病人嘅生命安全嚟開玩笑啫。至於第三宗，亦係最嚴重嘅一宗，佢竟然擅自用咗另一個醫生嘅賬號密碼，非法登入醫管局嘅臨床醫療系統。喺5月13號到14號之間，跨院瀏覽根本唔屬於佢嘅工作範圍，亦冇權查閱嘅屯門醫院病人病歷，為滿足一己私欲或者好奇心將大量無辜市民嘅高度敏感個人健康私隱暴露喺風險之中，完全喪失作為醫護人員最基本嘅誠信同底線。醫管局喺收到舉報之後，眼見事態嚴重，即刻成立咗最高規格嘅調查委員會，最終裁定佢違反醫生應有專業操守同埋誠信，對病人私隱同專業保密構成嚴重嘅損害，以及未有忠實依從指示履行醫療程序，決定對佢作出即時解僱嘅最高懲罰。醫管局快刀斬亂麻，反因為如果唔迅速撤除呢個毒瘤，成個香港醫療系嘅公信力隨時俾呢個冇腦嘅網紅實習生摧毀。就喺同一日，警方喺接獲報案同埋掌握咗初步證據之後，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名，正式拘捕呢位24歲嘅黎姓女子。通宵扣查之後，先至獲准保釋候查，被勒令要喺7月上旬向警方報到。目前案件已經正式交由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3隊全力跟進。
至於佢嗰個俾愛情沖昏咗頭腦嘅屯門醫院住院醫生男友，下場同樣慘烈。醫管局一開始先暫停咗佢嘅臨床職務，直到6月22號正式同公眾公布調查結果，認定佢不誠實及行為嚴重不當，嚴重違反醫生嘅專業操守同埋誠信，同樣處以即時炒魷魚嘅極刑啊！局方更表明會將個案正式轉交去醫務委員會進行紀律聆訊，等待佢嘅將會係漫長嘅審判，隨時面臨終身吊銷執照。佢用20幾年努力換嚟嘅醫生袍，就喺一瞬間俾自己親手撕碎咗。代女友孤獨探光呢個畫面同情節，真係諗起都覺得荒謬到無倫。呢個已經唔只係行政上手續出錯嘅問題啊！呢個係對病人人權同尊嚴最基本嘅尊重都冇。個女仔嘅所作所為就更加係冇腦到極致啦！佢竟然擅自用男朋友或者其他同事嘅賬號去睇唔屬於自己權限嘅病人資料，呢個係直接對病人私隱同埋專業保密構成不可逆轉嘅損害。必須知道喺醫療行業入面，電腦系統嘅權限管制係非常嚴格嘅。你用自己嘅賬號登入系統做嘅每一個動作、寫嘅每一句評語、查嘅每一份報告，都係你個人用法律同專業資格去簽名負責嘅。呢個唔係好似你借朋友嘅 Netflix 賬號睇下戲，或者 share 個 Spotify playlist 咁簡單。你借出賬號或者盜用他人賬號，就等於喺法律文件上偽造簽名，都係最嚴重嘅誠信破壞。病人走入醫院接受治療嗰陣，之所以願意脫下衣服交出私隱，完全係建基於對成個醫療制度嘅絕對信任，相信幫自己做檢查、做手術嘅人係有足夠嘅資格，並且獲得合法授權嘅專業醫生。呢個制度信任一旦俾呢對無知情侶打破咗，個病人就連自己最基本嘅身體自主權同知情權都俾人偷走咗。呢個信任危機先至係成件事最大鑊嘅一環啊！呢個所謂嘅 KOL 女實習醫生，一邊享受用緊港大醫科畢業美女醫生呢個身份嘅光環去包裝自己，喺網上呃 like 同崇拜，但另一邊廂又完全唔識得，亦唔願意去承擔呢個身份背後嗰份嘅社會責任係幾咁重。呢個就係典型網絡世代只攞光環唔負責任嘅雙重標準精髓咯。你想享有醫生呢個職業帶嚟嘅崇高尊重、豐厚收入同埋社會地位，你就必須要承受得起同埋嚴格遵守呢個職業所要求嘅道德操守底線。你唔可以淨係攞前者嘅甜頭，而唔要後者嘅約束㗎。能夠讀到港大醫學系，毫無疑問，絕對係全香港最頂尖、智商最高，喺公開考試中過5關斬6將先入得到嘅學系。但係呢單案就證明，讀書叻同做人識唔識分輕重，有冇底線，完全係兩件事。有智慧讀書，又唔代表有智慧做人嘅。你可以喺大學嘅醫學考試卷上面輕易攞 A， 但你考試卷就永遠唔會考你借男朋友個賬號去偷睇病人資料係咪啱呢條題目噶嘛？呢條題目嘅答案本來應該係唔使讀書、唔使上大學都應該識得答嘅幼稚園級常識啊！偏偏呢兩個所謂天之驕子就交白卷咯。佢將病人嘅私隱同埋自己身為醫生嘅職業操守徹底係棄之不顧，呢種任性同瘋狂絕對唔係一時衝動嘅偶然犯錯咯，而係連續3次喺唔同時間、唔同地點所做出嘅選擇。一次係幫自己私照 X 光，一次係叫男朋友跨區代做直腸鏡，一次係借賬號跨院去睇病歷。呢個係一條清晰嘅墮落軌跡，唔係偶然嘅。係性格缺陷，係根深蒂固嘅傲慢精英思維。實習未正式攞牌都夠膽玩到咁大，正式入職啊仲得了嘅？條女而家要怪就怪自己太戇居，離齡自分，乜都要擺上網同人講同人晒，
一邊喺現實世界中瘋狂犯規、踐踏底線，另一邊廂竟然仲開 YouTube 頻道高調分享自己嘅醫生實習日常，試圖打造完美人設，最後徹底揭發自己，將自己送入警署嘅，正正就係佢自己為咗吸粉而喺網上留低嘅蛛絲馬跡同拍片證據。條路啊自己揀 ，PK 唔好喊。點解呢類高學歷、高智商卻極度低操守、低弱智嘅荒謬事件喺香港近年好似越嚟越頻繁咁呢？而且都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顯然唔係個別專業人士嘅偶然失足，而係一種階級嘅傲慢。呢個唔係第一次有精英階層以為自己讀得叻、社會地位高、掌握專業話語權，就可以將個人嘅私心、便利公然凌駕喺社會契約同專業操守之上，將公眾賦予嘅權力私有化啦。呢種現象喺香港嘅醫療、法律甚至係金融呢類高門檻、高度封閉嘅專業行業入面，都偶爾會出現類似嘅案例啊。某啲年輕一代嘅專業人士，從小到大都被捧喺掌心，順風順水，久而久之就產生咗一種幻覺，以為自己名校學歷同專業身份就係一張法外之地嘅免死金牌，以為體制會因為佢哋嘅優秀而對佢哋網開一面。但係每一次事敗，每一個被捕嘅瞬間，都用鐵一般嘅事實證明咗呢個自以為是嘅特權邏輯係徹頭徹尾嘅錯誤啊！社會大眾一直以嚟對醫生呢個專業給予嘅極高信任、尊重同埋超乎常人嘅厚祿，正正係因為呢個行業掌管住人類最脆弱嘅一環，亦即係生死存亡同埋不可侵犯嘅私隱。一個人無論讀得幾叻、技術幾高超，如果內心冇咗呢份對生命嘅敬畏同埋基本嘅操守知覺，佢攞翻嚟嘅神科學位同醫生身份，反而會變成佢肆意傷害他人、滿足一己私欲嘅完美工具咯。一時方便，一世玩完，兩個前途一齊清袋。呢對高學歷情侶因為自己嘅極度愚蠢、自私同對規則嘅藐視，將自己嘅大好前途喺20幾歲嘅黃金年華親手活埋啊！完全係咎由自取，因果報應，完全唔值得任何一絲一毫嘅憐憫同可惜啊！最後，真心希望目前依然喺呢個高壓醫療行業入面默默奮鬥、堅守崗位嘅每一位真正有醫德嘅醫護人員，睇到呢單轟動全港嘅新聞之後，能夠引以為戒啊！時刻保持住清醒同敬畏，唔好因為一時嘅懶惰、方便或者戀愛腦而恨錯難返，行錯一步就抱憾終生㗎啦。好。今日金麥斯就同大家拆解到呢度。如果你認同我嘅分析，記得幫手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出去。我哋下次再見，拜拜。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金麥斯 channel，CLS comment like share，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支持。